来看彰化县的寿林乡，一个68岁的查甫人伊一个人去爬山壁，结果是掉伫半路。台中嘛有一个55岁查甫人，伊去冲影，结果失去联络。加这2个人最后是拢平安。警消人员扣锁爬去11月19，有一个68岁姓李的男性，对花莲寿林乡树皮碰空，悬沉爬落去到下骹的海沙坡。不过后来却因为电流，赶紧爬起煞掉伫个山腰。警消接到通报了后，赶紧出动救援。因体力不支，受困在半山腰，无法动弹。现场指挥官指挥警消人员合力前往受困点，发现患者，并合力将受困者顺利脱困。这个男性无早任何装备就去爬，结果煞掉伫个山腰。花莲消防局表示，救援人员对苏花公路落去到海沙坡了后，把握时间赶紧找人，成功伫个山腰附近找到人，而且顺利甲带回路面，加载平安无代志。同一天伫个台中，又有一个55岁姓张的男性，去到大安滨海路园附近出影，煞失去联络。投入协寻，于215拐时，消防队接获通报。该民众已于大甲溪出海口北岸自行上岸，经检查有失温情况，身上无明显外伤。海巡队表示，经过了解，姓张的男性甲朋友是约伫个出影了后，要回去松北港，不过朋友煞等无到人，所以赶紧报案。一直到暗时要晚10点的时阵，有渔民听到人咧喊救命，虽然有失温的现象，不过无明显的外伤，送医了后无性命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